被囚禁死牢8年的丁典，今天终于练成天下最强内功神照经。只见他运起雄厚内力，直接将琵琶骨上的铁链震碎。小兄弟，咱们的苦日子到头了。就在丁典准备带狄云越狱时，他突然察觉到洞顶有人，并且此人武功不弱，显然是冲着丁典而来。丁典凝神观察此人动静，突然一位黑衣道人从洞顶跃下，急刺而来。黑衣道正是灵退司所雇来刺杀丁典的。显然，黑衣道并不是练成神照经丁典的对手。丁典催动内力，想将他一招毙命，黑衣道却毫无反应。他奋力反击，却被丁典飞起一脚踹飞数米。眼见黑衣道再次攻来，丁典直接卸掉他手中长剑，接着双掌击出，再次将神照经内力注入他体内。不料黑衣道依然毫发无损，并运起内力奋力抵抗。狄云见黑衣道涨得满脸通红，立即向他泼了一盆冷水，卸掉他的功力。丁典趁机凌空一跃，朝他天灵盖重重一掌拍出，直接将其毙命。他吃我神照经内力一掌，居然不死。丁典怀疑自己练了假神照经，他突然恍然大悟，接着一把扯开黑衣道的衣服。乌蚕衣，乌蚕衣是用大雪山上的乌蚕蚕丝制成，此物刀枪不入，并且是武林至宝。如此稀有的宝物，丁典却毫不犹豫将它送给了狄云。但狄云从小就不喜欢贪图别人的东西，直接拒绝。他表示丁典的仇家更多，更加需要应当自己穿上，这让丁典更加欣赏，认定了他这个朋友，让狄云一定要收下。既然是朋友送的，那我就要了。期间，丁典不仅教他认字写字，还传授狄云神照经口诀，并且还教他了真正的唐诗剑法。这日，丁典凝望远处窗台上的那盆花，似乎有5、6天没有浇水，已经逐渐枯萎，并且这几日都没有听见女友林双华的箫声。丁典顿感不妙，笃定林双华肯定出事了，于是立即运起神照经内力，帮狄云取下琵琶骨上的铁链。随即2人越狱，快速赶往知府灵退司府上。丁典来到府上，并未找到林双华，却看见了他的灵位。双华，你真的先我而去了。此刻，丁典内心几乎崩溃，趴在林双华棺木上痛哭。这时，狄云发现灵退司带着人马赶来，他立即出言提醒，但丁典只顾着伤心，根本听不见狄云的呼喊。很快，灵退司就带着侍卫将丁典2人包围。好狠心呐！要是早说出来，小女就不会死了。没准你早成了我的女婿。原来几日前，灵退司得知血刀老祖准备下山活捉丁典，灵退司为了在血刀老祖赶来之前逼丁典交出连城诀，他竟然将熟睡中的女儿林双华活活闷死在棺木中，并谎称女儿是忧思过度才导致抑郁而终。丁典知道林双华肯定是被灵退司逼死的，但他看在林双华的份上，并未跟他计较，直接转身离去。你还是别忙着走，把连城诀交出来了，这样就可以给你解药。